你看到新闻啊？你是参加什么整人节目哟？你在讲什么吼？大哥，我唔是讲生笑啦，我甲露露今麦咧交往，今仔日来就是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你嘛感觉，阮无应该做的对无？你敢知影你在做啥物？你两个差尾20岁呢，这种代志你还做会出来？是我主动甲你你聊。点点。我甲好好拢是大人，阮知影阮在做啥。爱情有倒这时阵，伊就是无讲道理，伊要来就是要来。理解，当理解吗？我无法度理解。小露露，我甲你无啥物好讲的。